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7，诗篇67篇1节到20安尼讲：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阮，互伊的面照光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，万国中知你的救恩。三甲来祈祷，怜悯佮赐福互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日头，是灯牌，你赏赐恩惠甲阳光，袂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。主啊，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。早起时，愿要保养你的慈爱；闲时，愿要保养你的信心。主啊，这代要对迄代学老你的所做，也要保养你大权能的事。愿要专心感谢你，愿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。主啊，在天光起你的阳光，强强保养你的手所做的。阮的石盘，救赎阮的主啊，愿你怜悯阮，赐福阮，互你的面照光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，万国中知你的救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